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休閒小生煮嘢食啦。大家中唔中意飲茶呢？我就好中意啦。嘆翻一盅兩件啊，諗起都流口水啊！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五寶滑雞扎。呢個點心就算喺酒樓食都唔會平噶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點整嘅話呢，記得花幾分鐘時間睇埋我今日條視頻啦。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。嗱，咁雞扎就一定有雞啦。今次我就用雞扒，我建議大家唔好切得太細嚿，因為啲雞熟咗之後呢會收縮嘅，同埋自己屋企整切大嚿啲啦，食起上嚟和味好多噶。我預備咗一塊浸發好嘅魚肚，可以足夠做6件嘅雞扎。如果大家唔知道點樣去處理魚肚嘅話呢，可以參考我浸發魚肚嘅視頻，裏邊就有詳細嘅講解噶啦。咁而家等我先嚟將啲魚肚切咗件先啦。嗱，我呢度咧就預備咗一嚿嘅火腿扒，將佢切成條狀啦。大家記住要買火腿扒，千祈唔好買咗火腿片啊，完全唔係嗰回事，口感爭好遠嘅。到冬菇啦，我呢度有6隻厚肉花菇，我浸咗大概3個鐘頭，每一隻將佢一開為二啦。啲冬菇水唔好倒咗佢啊，一陣有用嘅。芋頭啦，我今次就會選用呢啲芋頭仔。如果係包雞扎嘅話呢，就揀啲比較長身啲嘅啦。一隻芋頭仔我會開4件，因為芋頭比較耐火，所以我會先隔水用大火蒸佢12分鐘。如果就咁同啲雞扎齊水蒸嘅話呢，當啲芋頭熟，啲雞就會老晒噶啦。我今次個雞扎嘅調味醬汁會加入大概1茶匙嘅薑汁，咁等我而家先嚟預備咗啲薑汁先。到調校個調味醬汁，先落2茶匙嘅魚露，大概1茶匙嘅蠔油，1/2茶匙嘅生抽，適量嘅胡椒粉，1/2茶匙嘅糖，1茶匙嘅薑汁，1茶匙嘅紹興酒，半茶匙嘅麻油，1茶匙嘅生粉，2湯匙嘅清雞湯，同埋2湯匙嘅冬菇水。咁跟住撈撈佢啦，咁個調味醬汁就 OK 嘅啦。跟住將個調味醬汁同所有嘅雞扎材料混和埋一齊嘅啦，然後醃佢1個鐘。最後我哋裁起6塊嘅腐皮，加入適量嘅雞扎材料，慢慢將佢捲起，咁就做起一隻嘅雞扎㗎啦。係咪好簡單呢？好啦，開始蒸雞扎啦。水滾雞，大火蒸佢12分鐘。咁12分鐘之後，我哋返嚟再傾過。今日呢一個嘅五寶滑雞扎又搞掂啦，大家鍾唔鍾意呢？我自己就好滿意啦，唔使出街都可以做到咁高質素嘅酒樓點心，咁你話幾好呢？如果大家想知道詳細嘅食材分量，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㗎啦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
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